我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记新闻，我是郭义忠。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上新的疫情。这是台湾确定的为着中国武汉的疫情，今麦已经增加到16例。日咧新历1月30日，北外口基隆港的泉州公主号，今麦确定有41个人为着中国武汉肺炎。这个人过去落船了后去过倒位，大家拢真关心。咱做伙来听陈时中上新的讲法。基本上。消毒我们不反对了哈，当然看那个时间哈，其实这样的意义并不是太大了哈，也不是一定必要，可是会让大家觉得安心了哈。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在15号有个确诊案例是台湾人，那委托外交部送药。那目前这个状况，送药的情形，我们这边有掌握详细状况吗？有，我们持续跟他的家人，那还有他本人都维持一个联系。那但是我们本来在一个足迹上，哈，大概一个疫调，大概是一个是往前嘛，一个是往后，好，那这等于是一个回溯性的，好，因为事实上后来才发生确诊案例，所以我们不但是往前做疫调，那也往后做疫调，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应该是会发布一个全国的警讯，好，在那样的一个地图，那什么时间有经过什么地方，那然后跟国人报告，提醒大家。都有经过那个地区的人，好，在那个时间里面，他可能会有接触到确诊的案例，好，那所以请那时候自主健康管理，然后也立即跟我们来通报。明天还有一艘保平星号要停靠台湾，那这部分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昨天我应该讲得很清楚哈。基本上我们第一个步骤，因为上面大概1700多个，我们这个我们的同胞，还有280几位的是我们的船员，那船员大概都是中国籍的，好，那旅客大部分90%以上都是我们的同胞，那所以一定要让他们回来嘛，怎么可能让他们说有家归不得？好，但是必要的检疫是需要做的。所以我们第一步是让船医就所有的成员做一个身体状况的一些相关的评估，那当然也需要去量体温。那第二个，我们要把全部的人透过我们的资讯系统去看看有没有中港澳的旅游史。其实第一个时间，船公司跟我们的回报是都没有中国的旅游史，但是我们在指挥中心，我们对这事情是很仔细的。所以我们不但追查了14天，有追查了21天，所以我们追查了30天的中国旅游史，发觉有40几位有中国的旅游史，跟他们报上来说没有中国的旅游史，完全不同。我想问一下，昨天确诊个案有到香港转机，那未来这样转机是有风险的吗？那会扩大相关限制吗？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答完吧。好，这个问题还没有答完。所以我们大概第二步就是我们就决定那。当船靠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上船做检疫。那当然有发烧的，那或有中国旅游史的，全部都会隔开来，然后马上采检，然后送看去采这个我们的样本，然后去看是阴阳性。那当然是阴性，那最好。那我们就全船可以回家做自主健康管理。那如果有任何一个阴性，那阴性的病人，任何一个阳性，那阳性的病人当然要送到医院做隔离治疗。那其他的所有的乘客都要留船隔离，都要留船隔离14天。那我们确保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国人可以回来，那台湾也确保安全。好，下一个问题看。可以问的。好，那我想问一下，那香港昨天就是有专转机它有确诊嘛？那未来这样转机是有风险的吗？会扩大这样的限制吗？今天这个事情也算是知识体大，所以昨天晚上相关记者有询问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等一下行政院我们跟副院长会跟相关的单位我们来研议。好，那基本上在政策上我们是会考虑这样的一个方向。部长，请教一下，因为刚刚总统说武汉的也是我们的同胞，可是他有979人，那有不少网友开始担心说，台湾的防疫能力有没有办法负荷979人都来到台湾，来做，因为基本上要做隔离，那我不知道台湾目前的防疫能力有没有办法负荷这一块。院长有再三的提示，当然都是国人，对，那但是呢，
我们第一个当然是要弱势优先，第二个要以防疫优先，所以我们要确定这样的一个名单。然后第四个我们要量力而为。我们当然很想救治大家，可是总是不能把自己的船弄沉了，那也就救不了人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仔细的盘整我们的医疗的能力？怎么样来盘整我们在检疫上的必要、检疫所的设置等等，都要达到滴水不漏，那我们才有办法来照顾我们